姐介紹下你自己先，你叫咩名啊？ OK，我叫 Annie，今年我35歲， 35我歲。結咗婚，嗯，我有3個仔女，第一個仔就18歲，第二個32歲，第三個就10個月 BB 嘅。 3個月 BB 嘅。我之前做過係香港4年，喺澳門都2年。嗯，香港又照顧婆婆同埋公公，又照顧 BB 同埋病人。嗱，澳門都係有照顧 BB 同埋婆婆嘅。你中唔中意照顧 BB 先？你中唔中意 BB 先？中意，中意。但係中意照顧婆婆多啲㗎。因為咧嗱，我而家呢度咧有個咧，最主要係照顧 BB 嘅，同埋屋企會有2隻貓，怕唔怕貓先？唔怕。唔怕貓 ，OK。咁就都想問多少少，你覺得照顧 BB 最緊要係啲乜嘢啊？媽，最緊要係俾佢心，唔會俾佢喊咁樣咯，同佢玩下，同埋食嘢嗰啲要至少話要乾淨啲俾佢食嘅，同埋啲碗具都要乾淨，乜都要乾淨嘅。嗯，咁你之前喺澳門照顧3個月大嗰個 BB 係咪主要都係你照顧㗎？係啊，晏晝俾我照顧，但係夜晚黑佢個媽媽自己啊，翻嚟就佢自己負責照顧㗎。沖奶嗰啲咧，你識唔識整啊？點樣沖奶啊？可唔可以講一講點樣沖奶啊？仔亂晒係進嗰度，跟住到嗰個奶粉咯。睇下佢個3個月都要2間啊嗰日，跟住咁樣叫做咩啊？用嗰個手咧，咁樣唔係咁樣唔得啊！咁樣澳式中唔得係咪 ？OK。係啊，唔得啊！要捽 OK。慢慢。咁點樣試過 BB 飲奶嗰啲水溫啱唔啱？你用邊度 test 啊？用嗰隻手啊！手邊個位？手背嗰個位 OK。咁有冇幫 BB 沖過涼？有啊。驚唔怕噶嘛？咁我都問下先，沖涼嘅時候要留意啲乜嘢？留意佢啲水先咯，暖地咁樣，唔會太熱，唔會太凍。咁喺邊度 test 個水溫啊？又係用邊個？用我個手啊。用個手。嗰啲手。OK，咁就得。咁你今次預計要嚟香港幾耐啊？要睇下啲老闆咯，如果老闆好，我都係做得好，咁可以耐啲咯，起碼要6年咯。起碼6年啊！好，咁我暫時問到呢度先，可能夜啲，如果僱主有時間，我再打俾你。好，唔該晒姐姐，好，拜拜。唔該晒啊，哥哥。